đi lần nhiều bé tụ dễ tụ nhiều à mong dễ tụ nhiều rồiจะเคยอยู่ละ哎呀กูถ้าเก่าอยู่แล้ว嘛กูถ้าเก่ากินหมูอยู่แล้วต้องจะเคยมาเราให้สิจะลดเสียอยู่แต่ลดไม่อยู่กูถ้าเก่ากินหมูอยู่เราจะเคยไปเลยเอาตัวปูกิน的就有了嘛我打啥的药你猜我多少自己点口告搞成不真实吃药的给我吃口告你别笑我吃药啦吃干药啊都在那时候都是进步啊是刚播率就是刚播率啊有的那头药没对刚播是我吃药了有的那头药没对刚播是我吃药了你别笑너는 진정 우리가 소비리야는 이름은 든지는 수야 你老牛为啥子我的不我出来上狗米拉米路大款腿我讲今年nhà cho cũng nè你分我nhà搞的都是因为我要学子啊我娘搞的都是因为我要学子啊你别笑哦这才不老了呢怎么长老毛呢你到录视频和米粉装狗来打开过喂地老牛喂米粉姑娘好丢啊姑娘真是哎公呢姑娘背着好久啊好的了小时好知道哎我打个么子装狗来打开过梦上干到你迷信了哈个么啊米粉个卡了个呀喂我漏自动吧喂挂大了嘛还是要装卡你来再挂还是要装卡你来再挂你别笑阿牛哥你哥会跳舞啊不会那你哥会唱歌不会你哥会英语啊这些我都不会我教你喽我爱你的话就是爱老母牛就是非常好很好就是 very good 还有这个谢谢就是非常谢谢是 thank you very much 它的英文字母是 A B C D E F G H I J K M M N L P Q R S T U V W X Y Z 还是不会那你以前上学的时候你们老师都是教你什么交学费交学费我你的瓶盖马上你就开那正在搞正在这看多多马上开个竞争契机我的妈我领他多你非要跟你多了你品质的多子多你搞拔的哟三十三你品质开始的我自信接受这个都是包啊你品质都知道你就走介绍了老 play 你品质都看见到介绍了老 play 你品质都看见到你别笑我这个那么重我就是感觉是头发我过生日跟一年养东西都设置到3个过我知道生日礼物糟糕但是我得告诉啊你说啥对门老猫都要给我卡咋那个卡在一啥喽我虽然知道卡到咋但是我得告诉啊我们忙天的时候我发信息找稿我个叫我们语言我都只叫鬼都弄死我虽然知道叫我们语言但是我得告诉啊本来也试试还有个对子7个我太无知了个呀对就是要个太无知了这是困难到真的我梦贼梦贼也梦贼
节搞烛光，但是我最高荣啊！我虽然节搞烛光，但是我最高荣啊！弟老娘，毛奶我拿不住鸟嘴诶，我问过伊诶，我毛这个脑啊，我怎么？搞我毛的这种脑？哎呀，那烂我们个烂脑嘛！我捏不毛奶的只老嘴诶，哎，就个拿不住鸟嘴诶，搞我毛说这种脑诶，过来只懵嘞，懵了懵弟老娘，毛奶个多过伊嘛，过一多滚铲铲，个一点干铲铲嘞，个火锅毛个银脑毛诶，个就真菜了。这我懵了，我没给啊，我老贼呢！我嘛，妈那个哪个在子鸟贼呢？都一毛事，被哪个在子鸟贼？这火锅没搞一窝子呢？你打我咋？搞得活该当sensu哦！搞得活该当sensu哦！喂，炊饭，那么个你在北路酒店总购消费一查在咋？一查在咋？北路酒店主要提供健身房、游泳池、网吧、KTV 这样子都没呢，所以你消费一般都要一查起步。没提供了，问题是我都知道问我了嘛？你真的被酒店有话都要提供嘞？搞知道问我要搞自己的事情啊，所以消费都要一查在咋？哦，要问嘞？我得我马上打着个啊。到了。我讲他还转开过一波来咋？大姐，这个一般巴士，扬州我不得一毛就波来咋？哎，没得酒店一查的，我可以一波搞还能活的嘛？问题是他妈我都知道不搞呢，哎，我都提供了，搞知道不哎？就那个的事情是，你别笑。对牛呢？像电影这样高档嘞，牛呢？那真高那啦，都还顶难啊，这只手呢？哦，对牛啊是可呢，你牛啊是你牛啊大了，你多呢？我真难啊！咦，到呢？等几刚的豆蛋露手，到了。个手指插个脖了指个，还聊了好久到卡了指个，啊？那指哎，我没手哎，我咋说路子？哎，个么你说路子上车别路个？不，个怎么个指手了呢？人家指了没路了，几身才我拿嘞，没得路你嘛，没包子包。人家指了没路了，几身才我拿嘞，没得路你嘛，没包子包。喂，老婆。哎呀，找啥找？我都我们他以后那个还干啥啥？我都对你我这个不敢收钱哎。之后啦。我搞头都要过日子对，我哪那么好捡？多啥事情那头脑，我之后了。搞我找啥上个的帮，我要这个弄不得。我都对我他以后呢，怎么落的好样子接个呀？老婆，哎，搞死完了，搞起手谁啦？个仔，哎，个大概你这个子好艰难嘛？哎，个你好知道了嘛？个怎么离的那个好哎？我蛮八搞噶，八搞哎，我个好知道噶。哎呦，等惨喽！差点懵，个仔刚好哈。老婆，自个啊，怎么晒上啊？自个啊，怎么晒上啊？你别笑。你老娘跟我讲诶，带你去吃啥呢？哎，那我们刚刚哎，我
么嘞？我骆驼仔，我自叫来啥？都只鸟嘞。你这个手指抄个懵掉啊！你老牛，大头分手咯？你关个这个照顾了噶？搞得这么大嘞？我整他个鸟的，个老毛蛋子后过个第二三股印章哈！我的那个太做伤了啦！我只有毛三个鸟搞了，之类没我哪能如个鸟呢？个毛的脑子走呢？我木了。喂，有噶？我讲过箱子走呢。还是没分对过容大。不过这么早了，主动离开过，如果还分手，减轻过的负担。这叫容不那两顶差呀！这叫容不那两顶差呀！为啥子被阿多很有太啥孙子诶？搞你要害过他呢？我头头都害过嘛，害过年搞诶。讲一个龙酒嘛，也才穿牛了了哟。没费哦，故事搞嘛，想想过一度热球嘞。下冷度呢？想想我哪都娘了哟。我信你个鬼！我正找个宽背，搿搭还得露骨包出包了，要还了。这个可以亲个一口，就可以。豆豆，我还搞强呢？那干了。这个可以亲个一口，可以，搞要亲个龙酒，还是亲个龙脯？那随便搞，这下找头哥，对我这下客气个。